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鋼鐵戰魂 4D》最後一集，終於要寫完成個系列啦！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上集聽美斯講完一大堆設定後，銀河佢哋想揾最後嘅金星同埋冬天星座。大家唔知道點解默認正宗就係被選中嘅傳說陀螺手，所以叫正宗一齊去陀螺島參加大賽，令閃電獨角進化。簡單嚟講係大屠殺，最快上到山頂兩人打決賽。今次多咗龍牙參賽，銀河就見到一個熟悉面孔。比賽開始，銀河肯定嗰個人就係健太，就追上去。最後兩人喺船上見到，銀河雖然有好多問題想知，但健太只係講佢喺度揾自己做到嘅嘢。其餘就用陀螺講，兩人就對戰。射手竟然喺攻擊力上壓制天馬，銀河都稱讚健太嘅進步，只係健太嘅體力跟唔上。佢決定搏一次，將射手跳起，講自己要打敗龍牙，再叫佢幫銀河必殺專技，射手急降爪。但係健太失去控制，打空咗。銀河用天馬爆翼場反擊，連架船都打沉。喺黃昏，銀河知道健太嘅諗法，放心將龍牙嘅事交俾健太。到晚上，正宗最快上山頂打決賽，佢嘅對手就係傭兵陀螺手金毛，用嘅係幽靈獵戶，佢就係堪稱成個鋼鐵戰魂系列最強嘅玩具。因為獵戶嘅軸心有珠仔，令到底盤同軸心分開轉動，所以受到攻擊都唔會輕易減速。金毛亦係冬季陀螺戰士，所以正宗已經唔知第幾次輸啦。銀河佢哋叫金毛幫自己，金毛就好簡單，認錢唔認人，所以阿貓又出嚟講黑色太陽可以實現金毛一個願望，金毛就跟咗阿貓走。翻去嘅正宗少有地氣餒，知道自己技不如人，又做唔到傳說陀螺手。不過阿 King 開解正宗，講正宗係為咗做傳說陀螺手先變強咩？呢啲只係虛名，更重要係透過對戰變得更強，只係輸咗一次啫，下次贏翻就得啦。正宗都恢復精神，咁差最後嘅金星陀螺就要講京次啦。佢喺山上偶遇到阿柔，阿柔講自己做咗好多特訓，所以想揾人對戰。唔擅長對付小朋友嘅京次就應戰，途中有另一個人亂入，佢叫細路，用嘅係金星破滅羽蛇。同樣係小朋友嘅細路同阿柔好快做咗朋友，京次就覺得自己離開銀河佢哋係為咗一個人特訓，但到頭來都係逃避唔到命運，所以京次決定帶細路歸隊，盡快打低復仇者，然後逐個收拾傳說陀螺手。你睇下，京次完全冇解答到上集大隻仔講嘅問題，真係寫得京次超求其。之後阿柔聯絡銀河，講自己會帶京次細路會合。到咗最後10集，反派終於有行動。阿貓帶咗金毛翻去後，幕後黑手拎咗一個對戰盤，上面有隻轉動但冇文章嘅陀螺，佢就係復仇者。黑手叫大隻仔金毛，仲有黑化美斯用必殺技打復仇者，但佢完全冇變慢，仲不斷加快。另外有個拐杖佬帶咗控制到復仇者嘅主人長毛嚟到，同一時間銀河佢哋嘅陀螺都發光。爸爸亦通知大家，墨西哥遺跡有股強大力量，係復仇者開始甦醒。銀河知道而家復仇者仲未完全復活，因為要集齊傳說陀螺手嘅力量先得，所以大家即刻出發到墨西哥。鏡頭到龍牙毀滅魔龍都發光，一旁嘅健太問龍牙，龍牙答係復仇者呼喚緊我，今次我會搶埋復仇者嘅力量。健太當然反對，叫龍牙幫忙消滅復仇者，所以健太想再次分勝負，只要龍牙認真起嚟就要幫銀河。兩人嘅最後決戰，而家嘅健太雖然唔夠打，但起碼唔會被秒殺，仲不斷發動攻擊，因為一直跟住龍牙修行嘅健太好清楚毀滅魔龍嘅特性，唯一贏嘅機會就係轉速減低嘅魔龍用終極生命模式時，佢會停止唔喐。結果真係俾健太等到，佢跳起空中使出射手急降爪，點知龍牙用龍王降霸場，健太都係輸咗。但龍牙收翻魔龍時，發現紋章有裂痕。到咗下一日，銀河佢哋嚟到遺跡外面，阿貓紅髮嚟到阻人入去，斯奧托比留低對戰，其他人走先，咁就中計啦。因為阿貓就係想引傳說陀螺手入去對戰。銀河佢哋去到兩個對戰盤前，大隻仔美斯出嚟守住。銀河唔明白點解美斯做咗敵人，好快阿元發現美斯有個奇怪頸鏈，銀河就知道美斯俾人洗腦。突然京次阿柔細佬嚟到，變咗京次對美斯，細路對大隻仔。銀河勇氣阿元先走，結果等住佢哋嘅係金毛。銀河發現金毛之所以做傭兵，係因為冇實力相當嘅人同佢玩陀螺，所以叫金毛做自己同伴。金毛就俾銀河打敗，亦加入咗主角群。另一方面，細佬打贏大隻仔，京次解除美斯洗腦，大家就一齊去到長毛佢哋面前。黑手講自己係哈蒂斯後代，拐杖佬竟然係眼鏡佬。唔好忘記第一季被龍牙吸走靈魂嘅人，最後都醒翻。
原來眼鏡佬一開始重點培育龍牙，係因為想龍牙做復仇者嘅主人。呢個時候龍牙、健太都嚟到，代表四季陀螺戰士集齊咗，四人就同復仇者對戰。喺一輪猛攻下，竟然發動咗宙斯嘅結界，只要四人同心就可以將復仇者封印。健太就求龍牙幫手，龍牙梗係唔聽，因為佢想吸走復仇者嘅力量。結界解除咗，但魔龍反被吸收，即係復仇者終於拎到所有星星碎片，進化做破壞神邪惡復仇者。長毛再發射陀螺用必殺傳技，令到遺跡要冧啦。所有人除咗龍牙就離開咗，代表今次封印復仇者正式失敗。大家只好翻去日本，等爸爸揾到長毛佢哋嘅消息。健太就怪自己說服唔到龍牙幫手，否則就大結局，仲擔心龍牙嘅安危。銀河嗌完講龍牙一定唔使擔心，而大隻仔終於明白，原來黑手一直以嚟只係想吸走土星嘅力量先利用自己，所以決定幫銀河。爸爸就用衛星偵測到太平洋有特殊能量聚集，一定係復仇者先做到。大家就坐直升機出發，不過人數有限，所以只可以俾傳說陀螺手加阿翼嗌完上機。阿柔同正宗健太講自己有個好提議，直升機去到太平洋附近，見到黑雲中心有座遺跡，但係直升機過重，燃料消耗太快，要緊急降落到附近小島。當然因為阿柔、健太、正宗偷偷地上機，銀河覺得嚟都嚟咗啦，就一齊用逃生艇去遺跡。鏡頭到遺跡內部，龍牙已經去到長毛面前，唔想同銀河合作嘅龍牙打算一個人打出大結局，進行最後一戰。龍牙直接使出全力，龍窩鋼巴槍。一旁嘅眼鏡佬就笑龍牙無知，喺破壞神面前你只係一條蟲咋。復仇者完全冇受傷，長毛開始反擊，仲要聽眼鏡佬串龍牙，真係好煩。但龍牙的確冇還手之力，絕對唔會輸，就算對手係破壞神都好。總之所有擋喺我面前嘅嘢，我都要將佢哋通通鏟除。我個名係龍牙，係君臨呢個世界上擁有最強力量嘅龍王。無極專技，龍王力怪破。一旁嘅眼鏡佬被波及到跌咗落去，不過復仇者冇事，因為龍牙最大嘅敵人係編劇。長毛用必殺技一下打爆龍牙，連毀滅魔龍都裂咗。銀河佢哋終於嚟到，見到瞓低嘅龍牙，銀河講絕對唔會原諒長毛。黑手反駁，少咗下季星座，你哋根本用唔到結界封印復仇者，仲可以做到啲咩？大家根本冇理到，變做13人對長毛一個。而擁有所有星星力量嘅復仇者，代表佢可以用到所有傳說陀螺手嘅力量。大家都被打到失去希望，包括銀河。只有健太未放棄，覺得係自己嘅錯，說服唔到龍牙幫手，使出射手烈焰爪，都係俾復仇者打到碎咗。健太被打低前，係龍牙。其實喺嗰個時，我有一刻曾經好認真咁面對你嘅挑戰。我哋講好咗噶嘛，接受佢啦，健太。龍牙。魔龍將力量傳俾健太後，龍牙都消失咗。烈焰射手就進化做擊閃射手，代表健太係新嘅傳說陀螺手。咁啱射手座係夏季星座，所以4季陀螺戰士又齊人，成功用宙斯結界封印復仇者落地底，遺跡又冧啦。長毛同黑手都拜拜，銀河佢哋收陀螺走人，然後有電視台嚟到轉播今季結局。之奇啊，長毛黑手仲未輸，大家想再一次對戰，點知俾復仇者直接打碎其他人嘅陀螺，只係剩翻天馬一個。銀河仍然未放棄，咁樣反而令全世界睇直播嘅人都想幫銀河。所有陀螺手將佢哋陀螺力量傳俾銀河，其實就係迪迦結局。銀河集合所有人嘅光，變做閃耀天馬。銀河用必殺傳技超級宇宙新星打敗咗復仇者。下一秒大家已經講翻到去要揾其他人分勝負。銀河心入面對龍牙講自己贏咗啦。到咗最後結局，經此打敗晒其他傳說陀螺手，剩翻銀河一個，兩人就對戰完。以上就係 4D 嘅故事啦，呢個係真係越後越悶，決戰反而最拖又唔好睇，俾我感覺係想延續第二季嘅熱潮。不過一集由半個鐘減到15分鐘，你就知失敗咗啦。懷疑編劇都唔知道可以寫乜嘢，而且新角色冇人物描寫，救人戲份少，成班反派為出而出都算啦，可能佢哋唔係重點，咁行星陀螺手重要啦啩？佢哋係佔咗好大部分戲，但出現率超唔平衡，同埋劇情貢獻度低。
大隻仔早出嚟就不斷輸，美斯、勇氣、細路真係純粹湊人數，除咗阿 King 真係好少少啦。你話行星陀螺手要用新角色都冇辦法，咁四季陀螺手可以用舊人啦。特登寫個金毛做工具人，點解唔俾阿翼阿游呢？係咪上季戲份多就可以今季完全唔寫？變慶仲講過金牛係冬天星座，但冇然後啦，俾原始四人做傳說陀螺手真係一啲都唔過分。不過龍牙都寫到咁，我都無言啊。第二季先淨化完黑暗力量，今季就想吸收復仇者，同第一季一樣。而且健太同龍牙關係寫到有頭冇尾，健太到最後都說服唔到龍牙幫手。我明龍牙唔想同銀河佢哋合作，但敵人嘅敵人係朋友，明明有個超好嘅下台階俾龍牙幫手，好似第二季咪幾好咯。仲要最後自己去送頭。如果我做編劇，一定係銀河佢哋趕到嚟幫龍牙，然後復仇者收拾健太前，龍牙幫健太黨再傳力量先消失嘅。唯一寫得好嘅係銀河成長，由第一季心事重重，容易俾人牽動情緒，都明白唔應該用憤怒玩陀螺。第二季磨練技巧同心態，到第三季做領袖帶領大家行動，處事都比之前成熟穩重冷靜，真係寫得好圓滿。點都好啦，真係俾我完成咗成個鋼鐵戰魂系列啦。或者對大家嚟講，陀螺動畫從來唔係重點，我哋懷念嘅係舊時同朋友一齊玩陀螺嘅時光，一齊叫必殺技，一齊改屬於自己嘅最強陀螺。希望多多少少都幫大家勾起到你哋以前玩陀螺嘅回憶啦。今次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有緣再見，拜拜。如爆發勇氣的心，來對戰我更興奮，無間斷看我身邊這 Metal Fight Beyblade， 如烈火 Blade， 旋轉勁碰全要命中，如勝利百萬人認同。強勢撞碰雷雨電舞來證實這心每分鐘。3, 2, 1, Go shoot fight， 如絕世超越無限期，無敵追擊這場所，分享這結果。如爆發勇氣的心，來對戰我更興奮，無間斷看我身邊這 Metal Fight Beyblade， 如爆發勇氣的心，來對戰我更興奮，無間斷看我身邊這 Metal Fight， 如作戰偶有偏差，還要看我這必殺，來戰勝看對方失格 Metal Fight Beyblade。